今日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即马是当地日本访问，又去拜会日本的自民党，嘛有甲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见面，而且侯友宜嘛有伫日本参侨胞同齐食饭，有上百个侨胞到现场支持。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初伫自民党总部出现，率来伫副总统办公室，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进行关门会议。暗过伫公开行程，侯友宜还佫见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亲手甲英国徽仔送互自民党政调会长德生田光一，佫强调任你是为日本来，要扭紧双边关系。德生田光一是讲，台日双方关系正密友好，会持续提升台日关系。 引き続き経済や民間交流を中心とする幅広い分野において日台間の協力と交流がさらに深まっていくよう日台関係を後押し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这一次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来到自民党，最主要是希望台海能够安定，台湾安全，日本安心，我们都能够让台日关系更加的紧密在一起。 侯友宜是头一个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踏入伫政经中心的自民党总部。顶一届瓜文铁会见麻生太郎是伫众议院，见完日本政要，侯友宜赶去交宴，现场有上百个支持者到现场听伊大声话当选。侯友宜当选。他是师生谨记，有领为不让，绝志果断的精神。我要呼吁大家，明年1月13号。 勇于回国投票。记者综合报道。